都讲到国内交通问题，车唔让过路人。警政署甲交通部达成共识，未来若准有人行踮过路线顶悬，唔管离偌远，驾驶拢爱先动落来，若无就算是违规。这项规定预估6月30会开始实施。青顶道机车通过过路人才去行。嘿，红灯。斑马线顶悬插出一男一女弄红灯，台湾互人点名是过路人地价。那安尼过路人无守法，驾驶是不是应该停落来呢？其实，如果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，那车辆其实还是要做停让的。那当然，行人闯红灯的话是属于违规行为。如果说有发生事故的话，当然还是遗弃机车的就责比例会比较高。拄到这种情形，驾驶无停落来，互过路人通过，处地有保护空间，只是若造成事故，驾驶的责任也是较悬。人车来来去去，依照即卖规定，汽车过路口，甲过路人行同一个方向，免少三个警务门。按过路口无停落来让过路人，今年1月到5月，台北市都处理超过13000件，将来执法的标准可能还阁升级。我们有开过会，是有这样的结论没有错，所以我们什么实施的时间的话，会跟警政署一起来宣布这件事情。这个交通部会。交通部应该6月30号就正式实施。那其前交通部那边还有警政署都已经有去做宣导。跨部门共识定定路口无停落来让过路人新措施。那青顶道过路人落去哩斑马线，唔管离偌远，全部拢爱让过路人。当然有民众离斑马线边缘1公尺的范围，驾驶同款爱停落来让过路人，按算伫6月30进路。对行人来说是会更有保护，没错。可是如果作为一个开车的人的角度的话，对他来说也是宝贵时间。道路太长，要等他走完，那是不是等他走完之后变红灯了？新规定第一中线要解决国内交通的乱象，不过在正式上路进前也引起无同款的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